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司政罗萨桑格对印度东北部地区展开访问行程；司政欢迎美国议员再次提出防止强迫维吾尔族劳动法；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召开网络会议讨论西藏问题。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召开会议，重申将继续支持西藏自由运动。欧盟和英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召开圆桌会议，呼吁藏人发表更多有关西藏的文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上周日2月21号开始，对印度东北部和西孟加拉邦藏人社区展开正式的感谢之旅。此次司政罗萨桑格对印度西金邦和西孟加拉邦等东北部展开为期13天的访问行程，将覆盖包括西金首府甘托克、嘎伦堡、大吉岭和让瓦拉在内的约10个藏人社区。司政罗萨桑格于本周一在西金邦境内的让瓦拉藏人社区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时指出，在他10年任职即将结束之际，将进行正式的感谢之旅，而选择将访问行程自印度东北部藏人社区开始，是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东北部是他父母最初定居的地方，也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认为这是一个吉祥圆满的开始。在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时，司政对有机会连续2届为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事业服务表示感谢。司政罗萨桑格还在甘托克会晤了西金邦首席部长普林辛格塔麦先生。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本周一2月22号对美国再次提出禁止从新疆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族劳动法表示欢迎。司政罗萨桑格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表示欢迎，感谢众议员詹姆斯·麦高文和共同提案人在众议院重新提出该法案，并强调该法案不仅禁止从新疆进口，而且对长期镇压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强迫藏人进入大规模劳动营的中共官员进行问责。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是美国国会一项禁止进口中国在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2党法案，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兼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众议员詹姆斯·麦高文、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托马斯·索奇等4名众议院共同于上周四在众议院中提出。另外，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一2月22号召开网络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在当天的会议上，来自英国伦敦自由西藏组织约翰·琼斯先生报告了西藏政治犯的现状。议员们就西藏语言倡导者扎西韦瑟出狱后的状况与约翰·琼斯进行了讨论。联合主席蒂姆·劳顿议员介绍了英国版的入藏互惠法案的最新情况，并通报将于5月在众议院再次提出该法案的情况，以及由此提出更加广泛的涉藏法案，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并促使政府通过该法案。与会议员也相续对该法案进行了提问和讨论。会议由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蒂姆·劳顿议员主持，多名英国议员、支持西藏的团体代表及伦敦藏人社区主席等参加了此次网络讨论。此外，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2月19号在众议院办公厅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如何加强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正义和人权斗争的支持。该小组秘书长兼议员常伟龙先生在会议上宣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已重新加强在西藏问题上的努力。目前该小组成员已达99人，其中新晋增加6名新科议员。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茨旺加布阿若亚博士在会议上向与会议员们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美国国会通过的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以及有关西藏未来行动计划的3大要点等问题。他还谈到中国政府禁止在西藏的学校中使用藏语的政策，干涉寺院的管理，任意逮捕、折磨和杀害藏人民众，以及加强干涉有关日本政府对西藏的声援运动等问题。另外，欧盟和英国的代表也于本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网络举办的第46届会议期间，呼吁中国解决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先生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国际社会正在关注中国及其控制地区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并呼吁理事会成员正视中国的人权状况。拉布先生还进一步呼吁联合国人权监督和保护机制作出回应，呼吁理事会成员履行职责，并承诺英国将为遭受中共压迫的各界人士发出声援。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二2月23号，根据该中心于去年12月份发布的英文期刊，组织了一次以西藏的前景为主题的圆桌讨论会议。本次圆桌讨论会旨在通过向藏人学者提供平台及集中资源，促进关于西藏和国际观念的讨论，并尽可能地在藏人学者和专家的文章中突出西藏问题。该中心主任丹增列谢在会议上呼吁世界各国的西藏问题研究学者和专家，在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传统和历史的相关领域发表更多的著作。他还介绍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在印度和各国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学校以及图书馆分发期刊的努力。包括该中心的研究学者在内的多名西藏问题专家和学者参加了当天的会议。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